我係思晨，係港鐵公司嘅樹藝師。咁今日我喺呢度就負責監察承建商喺呢度做嘅收支工作。呢度係西港島線嘅其中一個站，就係將來嘅堅尼地城站。咁呢度係科士嘉啦，政府就將呢個科士嘉嘅石牆樹交咗俾我哋港鐵公司去管理，因為呢個地方就而家係接近我哋嘅建築地盤。一般情況下咧，我哋其實就可以用高台車上到去樹嗰度，就將啲有問題嘅樹枝啦，或者啲枯枝咧就修剪走嘅。咁但係今日喺呢度呢啲長樹咧，其實比較高啦，同埋嗰個樹冠咧係比較茂密嘅。咁用高台車去做咧，就會去做嘅情況下就會係傷到嗰啲其他健康嘅樹枝。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請咗啲專門嘅攀樹師去做呢個工作。咁請呢啲攀樹師就可以佢哋係可以特別係去到個樹冠嗰度啦，就將嗰啲有問題嘅枯枝清除。咁但係就唔會影響到其他其他健康冇問題嘅樹。咁喺未來工程，我哋工程期間，我哋都會繼續保持呢個護理嘅質素，確保啲長樹唔會受到我哋工程嘅影響而出現衰退嘅情況。